年800太水的时节，推动雅安太麻里海滨堡促成太和村规章的本太水本来杀种大法，地方方的消防单位也是忙提救灾，非常辛苦，规章也如无好的休息。参加在去体现指挥救灾的推动消防局太湖太队的副太队长方国伟也讲到这当时的心情。 去年8月8號，莫拉克風災對推動人嘅南浦造成50年來最大嘅災情。太麻里海地方變鐵，太和村全村本來溜大鐵，為了救出因是視為受困不當嘅民眾，范國偉同消防弟兄趕到現場救災，10幾排菜店咧同日嚟鬼門關。我圖33年吼，差唔多33年都該鐵路橋檔啊，下差唔多20人分鐘，差唔多20分鐘啊。 跪下，cái鐵路橋全部崩牆。不過因命關天，情況就算更加危急，消防弟兄肯去想辦法將災民都救出來。包括講嗰度死個橡皮艇都連一片，加油廠村那邊吼，按死人哈，死到去堵去，按頂上去，沒法度把它疏通台啦。架設繩索以後，就把民生物資運到對岸，人也運到對岸。 因為還有香蘭嘛，還有金門那一帶的一個居民哈，也是需要救災人員去。在全體救難認真嘅努力之下，肯係將受困民眾都救起來。雖然隨時都係拿自家嘅命來拼，但群眾感覺消防認真，實從來冇感覺過驚。驚是驚講，人吼，你我哋愛救嘅人救唔下來，按你退停救人了啲。 救災人員吼，驚了啲人吼去促喪本台水流者啊，那真緊按吼按你做指揮官嘅人吼，對你要靠用幫交代啊。對莫拉克風災來勢期間，除咗6位民眾對提示事件失蹤無法度搶救之外，救難認真對太麻里、太湖，按照警方向成功救出50人為受困民眾，疏散1000人3人。 莫拉克風災造人呢，不過范國偉講，佢只係當到救難英雄當中嘅一份子。回歸本職工作以後，嚟到消防認真堅持人命係唯一價值嘅信念，還會繼續增強消防救災技能。因為若係做得加救一條人命，就算武漢因為少水個大、火個猛，一定就會去。客家新聞張俊，台東報道。